今日呢條片就同大家分享一套高層海景深房單位，而且呢個單位嗱，大家而家一目了然，佢入邊咧係好企理、好新淨㗎。呢個屋主都係一個靚女姐姐啊，佢係非常愛惜呢個單位，而且咧佢呢個單位個戶型個格局都係非常好，一個單邊位獨門獨屋，而且係前後雙露台嘅戶型設計，90平方。質咧都係 OK 㗎，唔會太大都唔會太細。我哋而家就跟住鏡頭出嚟睇下佢露台個 view 先。右手邊就係望翻呢個海景，其實呢個海景面係唔差㗎，因為佢唔係話一線海景都要現場睇，鏡頭入邊可能都係差少少。呢個海景面其實仲係好闊落嘅，遠方可以望到嗰個華人小徑灣嘅烏頭山啦，再過去係霞涌。咁我哋前面中間呢度咧就係三期嘅遊艇碼頭，愛琴海商業街一出嚟就係呢個位啊。然之後下面呢個濕地公園咧，好多人問阿佛特呢啲會唔會以後起樓啊？又遮住呢個景觀啦？其實唔會㗎，大家可以放心，因為而家國家規定㗎海岸線至少要退後300米先可以起樓，呢個喺填海區係唔可以起樓㗎。view 咧唔差㗎有山景有呢啲遠景，又有海景。當其時就係因為可以望到咁樣嘅海景，發展商呢啲單位價單都去到1萬左右，位置係三期沿海南呢邊。咁當時呢個單位佢買過嚟都接近差唔多係110萬，然之後都使咗10幾萬去裝修，總共咧就係花咗大概130萬左右，而家係47萬5千就可以拎包入住。所以呢個單位性價比喺三期沿海南90平方海景房入邊，佢都算係比較高㗎。OK 啦，呢度咧係自拍攝十里銀灘筍盤嘅頻道。Hello，大家好，我係阿佛特。咁呢個單位露台呢度 view 係冇咩問題㗎。當然咧，唯一都係呢個防護欄嗱，你哋可以睇到呢啲都甩咗啦，包括下面。所以呢個到時成個拆咗佢。如果唔係話咁怕高，又唔係話屋企有小朋友，而且自己又冇養呢個寵物咧，我建議都唔使裝呢個防護欄更加好。OK，我哋而家就跟住鏡頭再入嚟睇下呢個單位內容牆面包括天花，你哋可以睇到佢全部都係做咗呢個藝術漆靠近海邊佢做呢啲藝術漆就可以防潮濕非常之新淨。當然佢呢個藝術漆係帶呢個印花㗎可以俾個鏡頭。咁再過嚟90平方佢聽個開間都 OK， 有接近差唔多係3.2米左右，入邊家電家私全部都齊晒而且仲係非常新淨。呢邊咧係一張梳化茶几包括嗰邊電視櫃呢邊親邊櫃，包括呢個攝像嘅餐台全部都係可以繼續用非常之新淨㗎。呢度都可以慳唔少錢㗎。再過嚟家電方面，因為佢係自己用㗎所以全部都係用品牌。呢個冷氣機佢呢個深房單位一般嚟講都會裝嗰隻掛機㗎佢都係用翻呢個質素比較好嘅造地機電視機都係有配埋㗎。包括咧，你可以睇到佢上面仲做咗呢啲吊櫃放嗰啲裝飾品做翻個裝飾點綴。其實呢個設計我覺得都幾好窗簾全部都係裝雙層嘅，一層係窗紗一層咧係窗簾布，而且咧佢仲自己後期裝咗呢啲紗門非常好。咁再過嚟咧我哋就門口呢度呢個位同大家先介紹一下。單邊位有個好處就話兩邊冇其他單位黐埋一齊所以咧佢會比較清淨，比較方便而且咧私隱係比較好㗎。呢一座咧係2梯4戶佢每一層住嘅人係冇咁多，因為係板樓設計，沿海南先有㗎唔奇怪㗎。我哋十里銀灘呢邊咁門口呢邊，因為大家可以睇到有水晶房包括呢個消防栓，所以呢啲門口就唔可以話再加門㗎。但係門口好似屋主咁樣，對面旁邊呢度放一個鞋櫃放啲雜物都係冇問題，而且呢邊又係有門窗呢個大門出面咧，佢都係加多一個紗門非常好，又可以保持到我哋屋入邊嗰啲通風性，又可以保持到佢嘅私隱度包括入嚟呢個位，如果要多啲收納好多人都會做一個入牆櫃，做啲儲物櫃、鞋櫃分嚟，你哋可以自己安排。我哋而家就睇翻第一個房間。房間入邊都算係好新淨而且咧佢
呢個房間我覺得佢 view 都唔差嚇，都係望翻下面嗰個遠景入嚟俾個鏡頭咯。呢一組咧就係65組啊，65組咧係靠近我哋沿海啊旁邊嗰個閘口出入口，嗰個一行過去步行大概都係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三期愛琴海商業街啊萬田超市嗰邊㗎啊，所以都係靠近呢個商業中心。落樓呢啲生活配套方面都係好齊全嘅，非常方便啊。咁呢個房間佢係有帶呢個漂台位，其實呢啲單位好多人會做嗰啲榻榻米，因為呢度漂台位仲有50公分啊，可以利用起嚟啊。如果做榻榻米咧，咁你哋入門口呢啲距離啊、空間啊都係好闊落，就可以嗰邊做啲書台啊、衣櫃啊等等啊。簡單啲就可以咁樣咯，擺一個碌架床啊，又可以瞓2個人。其實碌架床經常講有個好處就係平時上面可以放心放屁啦，下面可以瞓2個人啊。跟住咧，如果喺屋企有親戚朋友過嚟啦，上面都可以瞓多1個人。佢呢個質素係好好噶啊！呢張碌架床好實淨，實木家私嚟嘅。冷氣機都係有配埋噶，房間入邊啊，就係呢啲雜物，到時咧清洗就 OK 啦。入邊都係好新淨噶，真正係做到南北通噶。呢邊係西南向啊，呢邊咧係東北向。佢啱啱好係雙露台啊，兩邊係空氣都係對流嘅，成個廳入邊嗰個空氣循環啊，都會更加好啊！廚房佢出面咧係帶多一個生活露台啊，所以呢邊有玻璃門啊、玻璃窗啊，成個廚房入邊個光線咧就真係好好啊！當然佢之前喺呢邊都係自己有煮食嘅，但係我啱先講到呢個靚女姐姐咧，呢個業主佢都係比較愛惜呢啲單位嘅嗱，你睇下佢人幕開到呢啲爐頭啊，仲攞塊布啊蓋住。包括呢個油煙機啊，都係好新，都唔係話好多油漬啊，或者係生鏽。雪櫃啊，都係呢個品牌啊，海信。當然咧，就係其他呢啲，到時咧幫大家用唔到嘅，全部清出去就 OK 啦。我哋睇翻生活露台呢邊啊，嗱，呢邊有遠景嚇，嗰邊就係嗰條海邊綠道，就我啱先講嘅，沿住嗰條路直行，大概都係5-6分鐘就可以到前面愛琴海個商業街啦。跟住咧呢邊而家有部車揸入嚟嗰個位，我哋落去轉右行出去咧就係小區大門口。你哋喺深圳嘅蓮塘啊或者係羅湖啊，翻嚟咧就係大門口嗰度落車，直接就可以翻到呢邊，步行係5分鐘，唔使喺三期巴士站行過嚟，非常方便。生活露台我哋可以睇到熱水器、洗衣機可以放埋一邊就比較歸一啦，唔使喺前面我哋主露台而且咧可以喺呢邊晾衣服，嗰邊始終係可以望海景。地面咧係因為之前咧前幾日嗰個紅霞屋主咧冇喺呢邊佢嗰啲花全部都吹喺地面。而家我哋睇翻另外2個房間，首先睇主人房，主人房都係可以望海景噶。呢個主人房個 view 就係好靚一線海景。而且主人房入邊呢啲牆面啦、天花佢都係有做呢個藝術漆噶床係好新淨噶可以留低床褥，你哋自己換咗佢就 OK 啦。梳妝台衣櫃全部都係有嘅。冷氣機 OK。睇客廁，沿海南呢邊啲客廁咧，佢設計係比較好嘅，因為佢呢邊可以做到一個趟門嘅，出入比較方便乾濕分離。仲裝咗呢個浴霸使得享受。入邊衛生嚟講，衛生間係比較好㗎，比較乾淨。最後睇呢個客房3個房間呢個房咧就係最細，不過入邊呢個係裝飾點綴，我睇下可能都係公主房喎。佢做咗呢個粉紅色嘅呢個藝術漆上面帶印花都係一個靚女姐姐，唔差㗎雖然佢冇做嗰啲定製，但係佢呢啲 size 呢啲床包括衣櫃佢全部都係做到好好，即係啱啱好用咯。唔使點樣去執去整嘅，仲係非常新淨 keep 到好好。價錢呢90平方475000就可以拎包入住。其實呢個單位呢，阿凡達個人覺得各方面都好啦，除咗可能就係出面嗰個防污欄你哋要拆咗佢或者係換咗佢。當然呢個戶型其實好多人都會做封窗，然之後由呢度通鋪出去，咁成個廳咧顯得就更加闊啦。因為我哋係可以望海景啦，通鋪出去
就可以褪出少少啦就可以望到嗰邊嗰個海景係唔差，好似我坐喺呢個梳化呢個位置都係望海景啊嘛。OK 啦，呢個非常溫馨骨子的家，你哋覺得點樣呢？咁呢個單位今期就講解到呢度。如果大家仲有咩唔清楚，可以後台嗰度微信掃碼或者係 WhatsApp 聯繫阿福特過嚟睇樓，提前通知我，安排專車可以去到深圳每個地方每個關口都可以接你哋，同屋企同屋企人一齊過嚟睇一睇多一次啱嘅選擇機會，你哋話係唔係呢？我哋咧係一次成功，終身服務大家㗎。今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